Hello，大家好，我係肥妹，我係 Suki，歡迎大家嚟到我哋呢個 YouTube channel 奇幻逆緣 Bestie Mystery。Suki 姐有冇興趣解釋下點解你要改呢個 channel 名呢？係最主要咧，我係好多年前我睇過 Brad Pitt 一套戲咧，就係真係叫奇幻逆緣啦。咁然後有一日我同你兩個真係身痕，好想搞一個 channel 嘅時候，咁我哋就話咁個 channel 叫咩名啊？咁樣咁跟住我話不如叫奇幻逆緣啦，因為我覺得我哋又可以講奇幻嘅嘢啦，又可以講懸疑嘅嘢啦。咁跟住之後咧，你就將我個奇幻嗰個逆嗰個逆字咧，就改咗呢個逆咯。咁我覺得好好，咁就超級正啦。我梗係好好啦，係啊，因為咧奇幻亦都懸疑嘅嘢，咁所以我哋呢個 channel 咧係想講一啲我哋想講嘅案件啦，或者一啲 supernatural 嘅嘢。咁你有冇咩想補充啊？我想補充就係咁希望多啲聽眾中意我哋呢個 channel 啦，就同埋我哋喺個每一次嘅片尾嗰度都會有個樹窿時間嘅，咁就係俾大家可以上嚟分享下你哋嘅喜怒哀樂啦，或者你哋可能有啲咩唔開心啊，想呻下，或者有啲咩開心嘢啊，你又想分享下咁樣，咁我哋就會有呢個樹窿嘅時間啦，咁歡迎大家投稿嘅。好，咁嚟噶咯噃。好，係啊，我又一改再改啊！鬼叫你成日都唔得閒同我錄音咩？其實大話我都寫咗6至7份稿噶啦，你老味。今日再改呢，係因為我睇完《我們不是什麼》，正啊！你快啲去睇啦。你未 AK 啊？好啊。其實你哋聽緊嘅人未睇都快啲去睇啦。點解我想講住要錄音呢？其實唔係我想食住電影嗰條水，係我見到好多人都唔知呢個原型故事而 judge 電影個故事。我好想多啲人知道咗之後入去睇，可能會有再深啲嘅感受。好啦，今日咧講呢單案咧就發生喺1998年嘅情人節，地點係武漢長江大橋嘅一單公交車爆炸案。呢單案唔單止血腥，仲牽涉到兩個人極端嘅愛同絕望，最後捉晒成車人陪葬。嚇！話說1998年2月14號上晝10點08分，武漢漢陽江長江大橋漢陽橋頭附近，一架行駛喺一路專線嘅無軌列車。一路專線即係武漢歷史最老橫跨長江大橋嗰一條一路電車。車頂有2條邊駁住電線嗰啲啊。係。當時由漢口三文路開往武昌離縣嘅方向，架車敷咗嘅，大概有差唔多40個人，包括咗乘客啦、司機同埋售票員。敷到有啲乘客要企喺度，突然之間車廂入面傳嚟咗驚天動地嘅爆炸聲，車身猛烈一震，玻璃全部碎晒，鐵皮扭曲變形，濃煙同火光即刻飆晒出嚟。目擊者話爆炸嘅瞬間好似有好大一股氣浪衝咗出嚟，連附近4架車都被波及，行人有俾氣浪震到跌低咗啦，車門罅仲有啲血係咁流出嚟，橋面上面散落咗好多碎塊，有人被拋出車外，有人燒傷咗，有人俾氣浪拋咗出去10幾米之外，現場即刻變咗地獄。圍觀嘅人同埋生還落嚟嘅人之後回憶就話啦，公交車被炸到黑晒，淨係剩翻個車架啫。車架側邊全部都係嗰啲慘叫啊、嚎哭嘅傷者，血跡啊、殘肢啊、內臟啊，同埋啲腸咧一地都係。一個由漢正街買完嘢翻嚟嘅老人家話咧，佢親眼見到電車上面嘅門嗰度咧，一直都有血係咁流出嚟。有2個人被炸到飛咗出去，跌咗落大橋下面嘅京港鐵路上面。唔係啊嘛？個身全部變晒形，係我。所以套戲其實係冇咁恐怖，現場係仲恐怖。未講完啊！佢跌咗落嚟之後咧，仲炸咗條大髀出嚟，然後咧飛咗落去架的士頂嗰度。個司機咧手都震埋咁樣將嗰條殘肢喺個的士頂度拎翻落嚟。俾我真係唔敢拎咯。我都唔敢。但係你可以點咧？我咁啊，梗係離開架車啦，仲拎翻落嚟做乜嘢啊？你離開咗架車先會拎到嗰條殘肢落嚟，咁咪直情走啦，走開啦，仲拎乜嘢啊？你仲破壞現場環境啊？係咯，我都覺得係。
仲有人咧見到一對情侶都係被炸咗出嚟嘅。女仔嗰隻斷掌砸咗喺橋嘅欄杆上面，仲有半截身咧，唔知係男定女嚟嘅，最少飛20米，啲腸流到成地都係。當時即係人間煉獄咁樣咯。係啦，冇錯，所以佢當時個環境已經變咗人間地獄㗎啦。當時好多人以為咧係恐怖襲擊啦，或者有人蓄意破壞，啲慘叫聲啊、喊聲啊同埋警笛聲咧響個不停。後尾官方統計數字就話呢單爆炸案咧造成咗16人死亡、22人受傷。咁少？未講完啊！當時西方媒體同埋香港報道就話應該係死咗30個人嘅，大概啦。唔好懷疑祖國嘅報導啊！話俾你聽啊！我絕對相信祖國嘅。死者大部分咧係爆炸中心附近嘅乘客嚟嘅，被炸到支離破碎。受傷嘅人咧多數都係燒傷啦、炸傷啦，或者被衝擊波震傷。當中有一個新還落嚟嘅女大學生咧，佢係湖北經濟管理大學嘅學生，佢姓楊。佢嗰日由一路電車嘅三文路總站上車，準備返學。爆炸嗰刻咧，佢直接俾氣浪咧就震咗出去車外面。雖然佢打得唔輕，但係就因為佢俾人炸咗出去咧，咁佢就逃過咗一劫啦。即佢因為彈咗出去啦，彈咗出去咁，但係就應該係遠啲嘅，佢應該係比較遠爆炸個位，所以淨係彈咗去車窗外面。可能當時嗰陣時嗰啲電車係冇窗、冇散窗、冇冷氣嘅咧，應該好明顯係咪？咁所以應該就咁彈咗佢出嚟咯。咁係跌咗落去嘅，但係咁佢受傷，即係佢有受傷，但係佢就唔使死咯，即係唔係爆死咯。OK 嗱，咁其他生還落嚟嘅人咧，有啲就一仆一碌咁樣走出車外面啦，有啲就軟都腳埋咁樣走唔喐啦，淨係呆咗咁望住現場嘅環境同慘狀啦。軟都腳埋，係紅都面晒啲 friend。係好多人之後咧都留低咗心理陰影，救援同埋清理嘅工作即刻就展開啦。武漢警方出動咗1500幾人趕到現場，一邊搶救傷者，一邊就封鎖大橋疏導交通。佢哋圍住咗爆炸範圍嘅大約220米乘以110米嘅範圍，足足守咗2日，收集咗241袋爆炸後嘅碎片證物同埋人體組織碎塊。專家之後就將呢啲零碎嘅214塊人體殘肢逐塊砌翻埋，復原咗16具完整嘅遺體，唔知有幾完整啊！其實都爆到咁，係啦。咁跟住公安部好快就派咗頂尖嘅專家組落嚟，當中包括咗刑警白虎，入面有4個驚人：爆炸分析專家高光斗、痕跡物證專家鄔國慶、痕跡鑑定專家崔道直同埋指紋識別專家徐利文或者許利文。佢哋一到場咧就即刻分工啦，開始一步一步還原真相。嗱，我俾張相嚟睇先，我要俾你睇下佢8個人嗰個樣。好啊。呢度好啦，係咁咧，第一排左起咧崔道直，係，然後徐利文，韋宗棠，係張欣，跟住第二排左起咧就係陳士賢，跟住鄔國慶，跟住呂登中，跟住就係高光斗啦。咁首先我就要講高光斗，佢係爆炸分析專家，人稱讓廢墟開口説話嘅人，整咗幾十年，專門研究爆炸痕跡同逆向力學，曾經破過新疆一系列嘅爆炸案，多單礦山大爆炸同埋好多單重大嘅爆炸案。佢最出名咧就係用逆向思維，由爆炸後嘅殘骸一步一步倒轉咁推理翻炸藥嘅種類啦、數量同埋位置，精準到厘米級啊！咁犀利，咁佢咪即係自己做好多次爆炸嘅實驗咁樣先至可以得到咁多經驗？做咗幾多年喎？但係你唔會有咁多爆炸案噶嘛？其實佢有好多㗎。呢次嘅武漢案呢，佢一樣係由廢墟入面聽到説話。高光斗一開始都未咁肯定爆炸中心喺邊嘅，直到佢聽到有個刑警話爆炸嗰刻，佢喺黃鶴山附近做緊嘢。聽到爆炸聲之後，感覺到明顯嘅震盪，再粉塵撲面。高光斗聽到呢句説話之後，受到好大嘅啟發，就更加肯定爆炸嘅威力係好大。之後佢就用逆向思維去分析，
唔係由炸藥推敲結果，而係由爆炸後嘅廢墟推導翻最初發生咗乜嘢事。咁犀利，冇錯真係奇幻逆緣喎！佢詳細測量橋面損傷嘅範圍啦、殘骸飛散嘅距離同方向、車身損壞嘅程度同埋屍體傷勢嘅分佈，再結合咗化學檢測同埋衝擊波嘅計算，最後精準咁鎖定咗爆炸中心就喺車廂左邊倒數第二排嘅座位下面，距離地面9公分，距離車廂左邊長52公分，後面長108公分嘅位置。炸藥咧大約就係10公斤嘅工業硝酸銨炸藥，穩定性好高，完全唔係恐怖分子成日用嘅 TNT。現場只係發現到火藥引嘅碎片同埋半截火柴框，證明咗車上嘅乘客係自己用手點着嘅。高光斗之後講過，讓爆炸廢墟開口説話，佢嘅逆向思維同埋精密計算係成單案最關鍵嘅破案嘅關鍵。其實有啲似就係我點嗰個藥引咁樣嘅啫喎，即係好似咩炮仗啊，點藥引咁樣嘅，冇錯，即係點着個炸彈咯。係啦，所以佢就係成單案最關鍵嘅突破。同一時間呢，鄔國慶負責現場痕跡同埋訪問翻身亡落嚟嘅人啦。鄔國慶係痕跡物證專家，人稱中國當代福爾摩斯。從警幾十年，破獲過無數複雜嘅兇殺案同埋物證難案，包括咗好出名嘅白銀連環殺人案嘅前期工作，同埋多單無頭案同埋好多單跨省嘅大案。雖然好多乘客都俾人嚇到，被呢單嘢嚇到記憶模糊啊，但係鄔國慶同佢嘅團隊逐個咁問，逐個拼湊，慢慢還原翻爆炸前乘客嘅位置圖。佢哋發現倒數第二排坐咗兩個好可疑嘅男人，一個係皮膚黝黑農民工咁嘅樣，拎住大嘅尼龍袋，驚青青；另一個係好白淨，長頭髮，好有文化氣質。兩個人嘅氣質係完全唔同。男人嚟嘅，長頭髮嘅 ，yes。兩個人氣質完全唔同，但係坐得好 close 嘅。然後崔道直就專注微觀痕跡鑑定。崔道直俾人叫做定海神針，從警60幾年，鑑證過7000幾件痕跡證物，參與過1200幾宗重大特大案件，冇錯過嘅，被公安部授予咗7·1勳章，就100% 破案率。冇錯。佢最出名嘅包括八寶山襲軍襲警案，靠彈殼上面極細微痕跡成功破案；仲有半枚指紋案，淨係靠住半忽血指紋鎖定咗兇手；仲有白銀連環殺人案嘅痕跡比對工作。咁佢一到場呢，就好專心咁對屍體損傷啦、身嘅損傷啦，同埋爆炸殘留物做精密嘅對比。佢將214塊人體殘肢逐塊砌翻埋，最後佢復原咗16具完整遺體啦。其中最特別咧就係第10號同埋第11號嘅屍體啦，因為呢兩具屍體胸下面咧完全炸爛咗㗎啦，殘肢飛嘅方向咧係反方向嚟嘅，一個係東北26米。一個係西南，即係向左走向右走啦，冇錯。即係個身體向咗左走同埋向咗右走。係啦，咁就證明咗咧，呢兩具屍體咧係最接近、最近爆炸中心點嘅。咁徐利文咧就負責提取指紋同埋3D 模型現場。佢係中國指紋比對同埋現場模擬方面嘅頂尖專家，佢都做咗幾十年差人嘅啦，參與過無數重大嘅案件嘅指紋鎖定工作，包括多單跨省連環案同無頭案。佢哋調嚟咗同款無軌嘅電車，要啲警員咧模擬翻第10號同第11號生前嘅姿勢，一個係彎低腰扶住個炸藥袋，另一個就踎低點火。最後咧，佢就還原咗一張 3D 圖，將爆炸嗰一刻嘅車廂情況咧畫得清清楚楚嚟。幅圖喺呢度俾大家睇下先，就係咁啦。OK， 係啦，10號、11號得，冇錯。哦，咁樣嘅，係啦。咁即係呢啲係真係嗰啲叫咩？自己嗰啲叫咩？好似神探嗰套係咯，即係佢有自己係咯，係啊，自爆喎喺度。你講呢兩個人啊？係啊，哦，係啊，自爆㗎。陣間你就知點解㗎啦。好。咁
調查咗幾日之後咧，警方喺爆炸現場嘅殘渣入面咧砌咗張身份證出嚟，上面隱約見到湯喜林同埋齊幸憲嘅名。哇！連身份證都砌得翻，係咁易見到啫，應該唔係好完整嘅。嗱，你睇下先，唔係好完整嘅啫，其實。都見到啊！厲害喎。係啦，冇錯，梗係啦，偉大祖國咗身份證賺唔爛嘅。當年冇即係 cam 嗰啲㗎啦。冇㗎。係咯。係啊，當年都冇個晶片㗎。係咯係咯。係咩都冇㗎。厲害。嗱，咁咧，因為湯喜林同埋齊幸憲呢個名咧喺死傷者名單入面都揾唔到，警方就懷疑咧係同爆炸中心嘅第10號同11號屍體有關。佢哋就即刻對武漢全市嘅旅館做搜查，終於喺橋口區一間叫做長堤旅館嘅登記簿上面咧，就發現咗2月13號嘅晏晝4點，有一個叫做湯喜林嘅人同一個叫齊幸憲嘅男人咧一齊入住咗同一間房。嘻嘻。第二朝早咧9點左右咧就退咗房啦，但係實際上湯喜林同埋齊幸憲兩個真身咧係冇死到嘅喎，嚇，仲存在喺呢個世界上面。佢哋嘅身份證咧，只係之前唔見咗或者借咗俾人咧，借咗俾人啫。哦，即係其實張身份證係假嘅。冇錯，俾人盜用咗，只係俾兇手用咗嚟登記掩飾身份。哦。而房入面咧，哇，房入面咧，呢張佢哋張床，即係佢哋 book 嗰間酒店嗰間房。係啦，房入面咧，警察就搜到一條留低咗嘅火藥引、幾個煙盒。仲有張少女嘅畫。哦，喺嗰度製炸藥。唔係，徐利文咧就喺煙盒上面提取咗指紋，對比咗之後確認咗呢一個指紋咧同11號屍體咧係完全吻合嘅，咁就證明咗11號就係自稱曹軍嘅人啦。咁第10號咧就係靠 DNA 親子鑑定嘅，佢拎咗周昌力個阿媽范才女嘅血嚟做 DNA 比對，最終鎖定咗佢就係江西武陵縣人周昌力啦。呢一刻專家團隊嘅證據齊晒啦，人證物證俱在，用咗45日就破咗案啦。好犀利！冇錯，跟住警方咧就去廣西武陵縣揾翻呢兩個兇手嘅背景同埋經歷。咁10號頭先講咗啦，10號嗰條屍體係周昌力。咁周昌力咧就27歲左右，武陵縣石門樓鎮鏡月園村人。家境好窮嘅，老豆早死，阿媽改嫁，由養父湊大，屋企窮到褲穿窿。佢1997年開始出去做嘢，先做過礦山破工，所以熟悉硝胺炸藥嘅使用同埋儲存。佢同村嘅女仔周道花拍拖，想入贅人哋屋企做女婿，但係女方屋企要好多禮金，同埋村入面嘅人咧成日都話佢同曹軍兩個男人嘅關係好太 close 啊！啲流言蜚語搞到未婚妻同埋屋企人都好冇面。哇！已經入罪嗰啲仲要禮金，入罪㗎啦噃？唔係啊，就係佢入罪，女方要佢攞禮金。哦，係喎。係咯，入罪喎！我即係我男人個性我都唔要啊，就俾埋你咁樣。好似我跟你姓啊，而家都要俾禮金啊！好，咁佢哋關係就越嚟越差啦。咁11號曹軍咧自稱就話29歲，同樣都係江西武陵人。查真實嘅身份其實係一個謎嚟嘅，冇人知佢係咩人嚟嘅。其實佢自稱嘅就全部嘢都咁咧，淨係知道佢係一個落魄嘅文人，會畫畫啦、寫詩啦、彈樂器。但係佢即係佢喺嗰條村無親無故咁樣嘅，冇㗎，齋我係曹軍咁樣，身份證都冇乜鬼都冇嘅，係啊！但係佢就鬱鬱不得志，周圍流浪賣藝，先都唔先下。佢留低咗一首詩嘅，寫住我也曾經擁有口琴，在那一天我摔碎了口琴。到黃山時以囊空如洗，在美麗的地方結束我並不美麗的人生。好明顯就係對生活已經，人哋首詩好長嘅，我真係節錄咗。你唔會想聽嗰首中間嗰啲嘅咧，我淨係節錄咗覺得有用嘅嗰幾句出嚟啫。人哋首詩唔係得呢幾句嘅。我都話好詩，好詩。咁佢好明顯咧就係咁細段都好詩。咁佢好明顯咧就係對生活咧已經徹底嘅厭世啦。咁兩個人點識嘅咧？兩個人咧喺1998年1月喺武陵嘅育明旅社做嘢嘅時候識嘅，佢哋一見如故，互相喺度講佢哋自己多舛嘅人生。
好快就發展成為莫逆之交，甚至有同性戀嘅關係。佢哋係瞓埋都話嘻嘻啊！佢哋瞓埋喺同一張床啦，冚埋張被傾偈。一粒花生搣開兩份食啊！即係一粒花生裏邊已經得兩粒喎。我俾你食一粒啊！係你一粒啊？我兩粒一粒。輪流食支煙，一支煙輪間支煙，OK。係啦。咁咁所以條女咪會介意喂，到時我會唔會你將我同嗰個曹軍 share 咁樣嘅大佬係咪先？咁條女飛得去啱喎，其實。聽埋落去先啊，不如。好好好。 2月1號，曹軍仲住埋入去周昌力屋企添，咩？sorry， 點啊？我 miss 咗啲乜嘢話？冇 miss 啲咩啊？跟住之後佢哋佢哋1998年係咯嘅時候1月嘅時候打公式㗎嘛，佢係啊2月1號就住埋入去周昌力屋企啊。哦係啊，OK，都發展得好快啊！佢哋仍然都係喺佢屋企瞓埋同一張床，村入面仲有人見到佢哋 kiss 添。哦，咁難怪未婚妻係真係要分手。係啦，搞到周昌力未婚妻咧就要徹底咁樣分手啦。係咯，喂，大佬要錫你都喺屋企入邊先。咁佢老婆見到嘛？佢未婚妻。啊，係佢未婚妻見到，係啦。咁其實佢哋兩個報復社會嘅心理咧都好明顯㗎啦。周昌力有一次飲醉酒發癲，就對住未婚妻咆哮話：如果我冇活下去嘅念頭，就拉住好多人一齊死。仆街嚟。火車上面唔到，就汽車上面炸死好多人。呢句説話係未婚妻親口同親人講嘅。曹軍雖然冇講得咁白，真係。但係佢留低嘅詩顯示咗佢強烈厭世。佢同周昌力一拍即合，兩個人因為窮啦，婚姻感情失敗，閒言閒語，夢想破滅，加上90年代農村青年打工嘅壓力，社會對邊緣人唔包容，覺得社會對佢哋唔公平，就將所有怨恨外部歸因，最後決定拉埋其他人一齊陪葬。人哋負得正，佢負更負，嚟報復呢個社會，同埋轟轟烈烈咁結束佢嘅生命。咁我哋就還原翻事發經過嘞噃。喺2月7號，兩家人呢就上山由礦場嘅熟人嗰度偷偷買咗10公斤嘅硝胺炸藥，用尼龍袋裝好咗收埋。2月8號至到10號，佢哋就拎住炸藥離開咗屋企，話去武漢打工。2月10號咧清晨就拎埋炸藥搭火車去武漢。2月13號下晝4點就 check in。即係其實咧，佢喺10號嘅時候已經搭嗰轉火車，嗰轉嘅人咧都好彩㗎啦，已經。咩啊？人哋專登情人節一齊死嘅，你諗下。係喎，情人節嚟㗎喎，係喎。Oh my god！係喎，係2月14嗰班唔好彩。2月13號下晝4點就 check in 長堤旅館。2月14號情人節朝早一前一後咁樣上咗一路電車。周昌力咧就坐喺左邊倒數第2排，將炸藥個袋放喺佢個位下面。曹軍就坐喺後面嗰排。車大概行到大橋附近嘅時候咧，周昌力就拖個袋出嚟，曹軍就踎低點嗰條藥印啦。咁就一切係佢哋計劃好嘅殉情同埋報復啦。咁就 boom， 拜拜。就真係好多人同佢陪葬咯。點啊？聽完個古仔有咩感受？黐筋咯。黐筋嘅咯，唔係黐筋係咩啊？我唔認為呢件事係黐筋，其實。咁你覺得係咪好正常㗎嘛？咁我而家同你分析咗佢哋嘅心理先。好啦，咁其實由心理學角度睇翻呢，周昌力同埋曹軍兩個人呢，都係典型嘅個體報復社會型人格。佢哋唔單止厭世想死啦，仲想拉埋其他人陪佢哋一齊死。呢種心態喺犯罪心理學入面呢，就叫做外部歸因，將自己所有嘅失敗同埋痛苦全部怪責俾個社會家庭。即係總之呢，就係你哋嘅錯，我一啲都冇錯，冚家產。同埋我就要你哋一齊同我冚家產咁樣。係啊，全部怪責俾個社會、家庭同埋命運，而唔係自己。周昌力由細屋企都好撚窮，老豆又早死啦，阿媽又改嫁，村入面又將佢想入罪同埋曹軍嘅關係指指點點。佢未婚妻同埋佢老母又成日話佢冇撚用。呢啲因素累積咗落嚟咧，令佢產生咗強烈嘅自卑感同埋無力感。佢曾經嗰個如果我冇活下落去念頭，就拉住好多人一齊死咧，其實已經顯示咗佢嘅報復心理㗎啦。係啊，曹軍咁係有呢啲人嘅，係真係都有嘅。
係咯，但係要夠姜做咯。呢個係個做夠姜做呢件事。係啦，係要夠姜做咯。曹軍咧就係另一種厭世嚟嘅，佢有住一個藝術夢，想靠畫畫、寫詩、彈樂器過活，但係現實就四處流浪，荷包乾硬化，夢想全部都破滅。佢留低嘅詩已經寫得清清楚楚啦，喺美麗嘅地方結束我並不美麗嘅人生。似係好似人哋嗰啲讀書讀到 short 壞咗路嗰啲咁樣。咁就顯示咗佢有強烈嘅自我毀滅傾向。最關鍵咧就係兩個人識咗之後，關係極度親密，形成咗一種互相放大絕望嘅狀態。心理學上面呢種現象咧就有啲似共享妄想 folie à deux。兩個人將對方嘅負面情緒不斷咁樣強化，最後一拍即合，決定咗殉情同埋同時報復社會。夫婦就更負。所以我咪話咯，我同你嘅關係係好好嘅，我哋一齊就會將負能量收細，將正能量放大。冇有錯。知道我呢啲朋友難能可貴未啊？我不嬲都咁愛你。呢單案咧，由心理學嘅角度嚟分析咧，佢屬於 homicide suicide， 即係殺人自殺。更加精準啲嚟講咧，佢係 revenge homicide suicide， 就係報復式殺人再自殺。佢哋兩個唔單止自己想死，仲刻意揀爆滿嘅公交車啦，拉晒成車無辜嘅乘客一齊死，想用最轟烈嘅方式結束生命，同時發泄內心積壓嘅憤怒。佢哋覺得社會對佢哋極度不公，就將私人嘅痛苦轉化成為公共災難。呢種扭曲嘅心理喺90年代經濟型農村青年打工壓力大、同性被嚴重污名嘅時代下面，其實係一種悲劇性嘅極端表現。咁係，即係你話佢哋嘅出身係慘，但係我覺得係其實唔會有窮人㗎，其實只有懶嘅人咯。即係我個世界嗰個年代或者冇講嗰個年代，而家其實嗰個年代你肯做都揾到錢㗎喎，講真。不過去到農村就真係難講啲。係啦，佢農村啦就係咯，而家農村嗰啲都唔係好有錢嘅，都唔係係咯，係有啲賣咗農地先至突然間發達啫。係啦。咁但係我又覺得點解有咁多農村嘅人都可能走咗出去省嗰度咩？其實我覺得除咗佢哋窮之外，屋企家境嘅不幸之外，其實本身佢哋因為佢哋嘅性取向，其實對於我嚟講，我唔認為周昌力佢係 gay 嘅，佢係拜嘅，佢應該係 pansexual 嚟嘅，佢唔係因為性別中意一個人，我覺得佢可能係因為嗰個人俾到，係有人認同我，咁我就將個情感投放咗喺佢嗰度，未必係真係純粹係一個同性戀。咁但係問題佢兩個相愛咗，其他人又指點，人哋打車輪關你 Q 事咩？咁佢未婚妻見撚到嘛？咁係。你如果見到你老公，諗試下幻想下。我調查佢一件事，你又唔使調查佢嘅。冇乜嘢，咪離婚咯。咁但係當年咪仲要去農村嗰啲人？係主要係當年嘅思想，其實唔好講當年，而家都唔得啦。係而家都唔得嘅，咪但係即係而家我哋都接受咗好多嘅喎。其實係啊，好多你睇下啦。但係不過佢哋農村就入埋蛋先要睇翻個年齡層先，我哋接受，但係其實再攞一輩係我媽嗰輩都麻麻地嘅。咪係咯，係。同埋即係。在我媽嘅再上嗰代咧，仲要係重男輕女嗰啲添，一定係啦，即係女你真係唔興香啊嗰啲咁樣，係仔咁大陸更加啦，當然係啦，因為一孩政策嘛。係咯。好啦，咁呢單案真實嘅案件聽落已經係一個悲劇啦，同埋好恐怖啦，係咪？其實佢嗰個現場環境係真係好恐怖嘅。我想像到，我已經有畫面啦，係咯，有畫面。咁就反映咗當時底層嘅壓力啦，同埋心理嘅危機。咁我而家講翻套戲，我們不是什麼咯噃。咁2026年4月就由邱禮濤導演自編自導，由譚耀文、Anson Kong、Anson Bean 主演啊。譚耀文我見過佢，好靚仔。呢套戲咧就係由呢單武漢公交爆炸案做原型，講情人節巴士爆炸。嚇，係講呢單嘢㗎？呢套戲係啊，你入去睇咩先啊？係經過調查揭開咗一段複雜關係同悲劇，唔緊要㗎，你唔得閒去睇我，唔係即係冇人陪你去睇，我係會同你睇，因為我要4刷嘅啦，最少係啦。
係啦，因為係啦，陣間你聽埋我講落去。哦，咁電影入面咧，譚耀文就飾演鑑證專家龍常，負責抽絲剝繭咁查案，就好似現實入面嘅高光豆嗰堆專家，一步一步咁樣還原翻爆炸嘅中心、姿勢同埋炸藥。咁 AK 同埋 N 身邊就飾演兩個出身有問題嘅家庭年輕人啦，輝仔同埋熱茄。一個係問題家庭，一個俾阿爸趕走咗。兩人嘅關係同現實嘅兇手一樣係咁親密，涉及咗一啲同志嘅元素啦。電影用咗好多線嘅敘事，一邊係警方查案，一邊係兩個人嘅人生軌跡，探討咗社會嘅壓力、家庭矛盾、愛情嘅極端一面。入面呢，有好多香港人熟悉嘅對白，例如你成日話有人投訴，但我從來唔知邊個投訴。仲有啲日子係唔可以忘記嘅。我想話我哋咧咁樣會太劇透㗎？唔會啊！呢啲嘢成個網都有㗎啦。哦，OK。係跟住仲有你哋一睇就有個共鳴㗎啦。戲入面仲有一句係當雪崩嘅時候，沒有一片雪花是無辜的。同埋呢句下面呢，就係曹軍嗰句，在美麗的地方結束我不美麗的人生。導演即係改成在美麗的日子結束我不美麗的人生。哦，OK。成套有爆喊嗰幕咧，就係龍 Sir 同彭秀慧喺小屋嗰度。彭導啊，超級中意佢啊！龍 Sir 咧整炸彈想攬炒嗰種，因為被逼到唔死唔得，我乜都冇撚晒啦，又冇做錯嘢，又冇犯法，我要死都攬住你班仆街一齊死嘅嗰種心痛，我覺得係爆喊咯。仲有好多好多細節，大家睇完應該都會有共鳴嘅。咁當然啦，真實嘅案件電影係有藝術加工嘅。真實案件係無軌嘅電車，電影改成咗雙層巴士。真實兇手背景係農村礦工同埋落魄嘅文人，電影就轉化成為現代香港嘅家庭問題。真實案件嘅心理狀況係厭世報仇，電影更加深入咁樣探討咗邊緣人點樣被逼上絕路。仲有好多社會控訴同埋情感。優導一向敢於拍敏感嘅題材，呢套戲講同志壓力絕望，其實預告片已經喊咗㗎啦。而個爆炸場面亦都好逼真。不過套戲咧就3級嘅，因為有殘肢啦、爆炸啦同埋親密嘅場景。其實本身單案已經好震撼，電影加咗戲劇嘅張力同埋對白，令觀眾唔單止睇故事，仲會反思社會點樣對待邊緣人。總括嚟講，呢一單1998年嘅案同電影《我們不是什麼》都係提醒我哋，當一個人被生活逼到無路可走，佢嘅絕望可能會變成咗雪崩，拖累好多人。愛情本應係美麗嘅，但係極端壓力下可能會變成咗毀滅嘅力量。我哋再退後1萬步諗，係咪淨係情侶呢？其實有一首歌咧，我係好中意，叫做冇咩事，唔好放棄。你最 Q 憎我成日聽嗰啲 rap 歌，但我真係好中意，我好想唱一次俾你聽嗰幾句。好憎，唔得，我要唱出啦。歷史有重演人性嘅預設，始終都係冇改變。即使有着光輝嘅一面，都敵唔過一條醜陋嘅光纖線。你有偏見，你太傲慢，會作孽嘅文字唔使還。唔係見慣就與你無關，唔係見慣就可以侵犯。個個係法官，證據得一半，未審先判人哋50大板。做施虐者做到樂而忘返，曾經都係受害就係咁荒誕，或者已經見怪不怪，等到出事，為時已晚。我希望呢個世界多啲包容同埋接納，人哋有冇傷害你，點解你要去傷害人哋呢？點解要去恰鳩啲善良同埋老實嘅人呢？希望我聽完我講呢單案之後，未入場嘅可以入場睇下，睇一次又本身唔知呢單案嘅，而家清楚晒啦，又可以入場睇多次，睇完一次又唔係好記得，又想睇多次回憶下。總之呢套戲就應該睇多幾次啦。我離身我唔係山粉嚟嘅，絕對唔係山粉嚟嘅。咁 Suki 姐有冇咩想講呢？聽完之後，我聽完我覺得係嗱，咁佢哋本身有一個嗰個我列為係精神嘅問題啦，因為佢哋係類似反社會嗰啲啊嘛。咁但係如果你話真係現實嘅話，其實我哋好多人都真係有活喺別人嘅嘴上面去生活嘅。係啊。可能我唔知我係咪因為我已經去到40嘟啦，我已經唔再會活喺別人嘴裏嘅自己咯。係，我會係真係為自己而活，即係去活咯。
我已經唔再介意人哋講我點乜咁樣咯。可能後生會係啦，後生係真覺係得咁人哋有唔係係咯，點講咧？因為年紀大，咁變咗你入喺呢段人生嘅前半段入面，你揀好咗你個朋友啦嘛。咁其實啲Gen Z 可能佢哋仲揀緊朋友，咁佢就會比較在意人哋講咩。我哋已經揀定咗啦嘛，嗰啲閪人嚟死撚閪你老味。係啊，即係我哋唔會同啲閪人去計較太 close 咯，同埋由佢啦，你講咩講咩啦。你話係啊，係唔係啦？超係咪先？咁 Suki 聽完之後，仲有冇嘢想講？喺呢個案件上面咧，我只可以 comment 嘅就係、喂，唔好攬炒啦。咁唯一就係講呢樣嘢咯。跟住就係到我哋嘅樹窿時間咯，好嗎？好啊，你講啦。樹窿咧，今次咧，因為我哋第一集啊嘛，咁一定係未有呢個聽眾投案㗎啦，係咪先？咁呢一個嘅樹窿咧，我諗你都未聽過㗎。咁你個樹窿係要我有 feedback 㗎嘛？你可以又可以冇啊，可以又可以冇，你可以聽下咯。你講俾我聽又可以冇去聽下咯。你講嚟聽下。咁蟲蟲最近未死咗嘅，即係走咗嘅。咁蟲蟲係佢媽媽隻狗。係啦，我媽咪隻狗咁最近走咗。咁佢頭七嗰日喎，我爸屋企咧係裝晒蚊網，連入門口嗰個位都係有個蚊網噶嘛。咁 suppose 你係唔會有一啲大型嘅昆蟲飛入嚟啦。咁有一日我老豆放工翻到嚟喎，咁就見到一隻手指公咁大隻嘅似飛蛾啦，係咯，伏咗喺個騎樓嗰度，即係個窗邊嗰度咯。咁我老豆影咗俾我睇咁樣，咁都肯定係其實都係蟲蟲啦。其實即係我信嘅人就係覺得係蟲蟲啦，係咪先？咁唔信嘅人，除咗咁你都係一隻昆蟲啫，係啦。咁跟住如是者啦。前幾日我媽打俾我喎，佢話阿妹我想同你講啲嘢啊咁樣。我話做咩？佢話蟲蟲尋晚翻咗嚟㗎。我話點解你會覺得蟲蟲尋晚翻嚟嘅？佢因為咧阿蟲蟲個骨灰咧阿媽拎咗翻屋企，咁佢個骨灰盅前面咧就擺咗去兩兜，佢生前好中意食嗰啲零食啊，仲擺緊啊？係啊，仲擺緊，梗係仲擺緊啦，屋企人嚟㗎嘛，咁佢都要翻嚟食嘢㗎，係咪先？咁跟住咧第二朝瞓醒，咁佢唔係滿瀉嗰啲嘅，即係佢係喺個碗下邊淺淺地咁樣嘅，有佢最中意食嗰啲嘢。跟住咧，阿媽第二朝瞓醒就見到有一粒就喺個兜前面，有一粒喺個兜後邊。然後佢咪問我老豆咯，佢話：喂你有冇整到？係啊，冇整到啊蟲蟲？佢唔係擺地下㗎嘛，佢仲要係擺喺咧個我哋其實有個神主台㗎，即係有我嘅阿爺阿嫲個神主台嘅隔離嗰個位，即係直情高上嚟啦。Suppose 你唔會有人踢到，同埋你除非真係揾隻手去搞，咁我啲嘢零食先會跌咗出嚟啫嘛。咁佢問我老豆有冇搞啊？佢話我老豆冇喎，咁肯定蟲蟲翻咗嚟啦，尋晚咁樣咁。跟住之後，我媽所以就即刻同我講，因為間屋得佢哋兩個啫嘛，咁邊個會搞兜嘢食啫？係咪先？咁跟住之後咁咪我知道咗，咪覺得蟲蟲你乖啦嘅，其實你都可以去下一個 step 啦。其實都同埋咧，我其實上一次都有同你講嘅，咁聽眾嘅未知㗎啦。我咪話蟲蟲應該翻咗嚟咧，同阿 Lucky 同埋阿東東玩啊。因為我屋企咧其實有兩隻狗，一隻貓嘅。咁有一隻狗咧就其實應該係話三隻嘢咧，我哋瞓覺咧熄燈瞓覺咧，佢哋都會一定跟埋入房一齊瞓覺，好少可會瞓下覺走咗出去嘅。尤其是我呢一隻 Lucky 咧係從來都未試過話我哋瞓緊覺，跟住佢就走出去廳度玩咯，係未試過嘅。但係蟲蟲唔知走咗大概3日，好似咁上下咯。阿 Lucky 咧就無啦啦瞓到半夜咧就走咗出去，同埋我隻貓叫東東，走出去喺個廳嗰度玩到好開心喎。但係另外有隻貴婦狗擠擠咧，
就匿咗喺我房嘅角落嗰度匿埋，唔敢出去咯，完全我唔知佢哋係見到啲咩定咩啦。咁我就覺得蟲蟲係翻咗嚟，走咗去同我3隻嘢玩咁樣，但係我有一隻就驚咯咁樣咯。跟住就我就覺得我想祝福下蟲蟲嘅，因為其實你都真係好乖女嘅，咁多年嚟即係跟咗我哋成家人，咁我都希望你可以快啲投胎做翻人。咁如果做翻人嘅話咧，我哋睇下會唔會有一個機會係換過另一個身份。你再生啊？唔係啊，換過另一個身份，可以去係我朋友噶嘛，即係唔一定話屋企人啦，係咪先？可能佢係我認識嘅一個朋友嘅仔女嗰啲咁樣，係咪先？咁我希望我哋換過另一個身份再見面咯。蟲蟲話你咒我做狗好過做人啊！而家唔係啊，我覺得佢做人會開心啲咯。點解你有咁諗法？因為起碼識講嘢咯。因為我成日覺得佢哋唔識講好慘。唔覺啊？係，我都覺得我屋企嗰2狗1貓係好幸福嘅。我完全唔覺得我仔好慘啊！係咁，佢唔使講嘢，佢撳鐘啫嘛。但係我撳鐘咯。咁但係我覺得佢哋做緊狗嘅時候，都可能會好想做下人嘅，見到我哋。我唔認為我個仔想做人。佢想一世做你個仔添。佢想一世做你個仔添。係冇錯。係咯，咁如果其他你哋聽緊嘅大家都有嘢想我哋分享啊，講俾我哋聽啊，咁你係留言或者 inbox 我哋啦，咁我都會讀你哋盡量啦。況且都inbox 應該係可以，我唔知喎，Type Caption 會有 email，我睇下我哋會開個 IG 嘅，其實集嚟嘅啫，我都研究下我哋下一步可以點樣做，未知或者你哋覺得有啲咩嘢advice 啊，有咩 comment 俾我哋，你哋都可以留言話俾我哋聽嘅。咁好啦，咁我哋都9個字啦。好啦，咁我哋下集再見，希望你哋下集都仲喺度陪住我哋啦。好啦，多謝你哋啊。好啦，咁 Isis Shina，A bientôt，拜拜。